一塊細小嘅晶片，比指甲仲要細，但就係香港經濟跳出5年嚟最遠一步嘅工具。今年第一季香港 GDP 實質增長5.9%，遠超預期，亦係近5年最強。最強大嘅拉力嚟自貨物進出口，連升10個季度，出口飆升2成4，進口升近3成，增速創39年新高。呢股爆發源自 AI 浪潮。數據顯示，全球企業今年將喺 AI 領域投放數以千億計美元，而電子業佔香港出口總值超過70%。AI 相關產品正正係最大嘅增長點。政府並唔係翹埋雙手，而係積極部署，啟動 AI 加戰略，實行 AI 產業化、產業 AI 化，招商引才，對接國家發展戰略，將香港獨特優勢嘅基因同大灣區製造業嘅強大肌肉緊扣埋一齊，既可以加強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嘅地位，亦可以提升香港貿易嘅韌性。財富雜誌就發表咗文章，肯定香港嘅 AI 發展定位同潛力，話香港唔止係中國 AI 企業上市嘅首選地，而且可以成為亞洲 AI 公司嘅國際總部，甚至成為東盟同中亞初創進軍世界嘅跳板。市場早就測到風向，阿里巴巴同螞蟻集團一擲72億港元，做咗銅鑼灣13層寫字樓，係2021年嚟最大嘅寫字樓交易。我哋正企喺 AI 超級週期嘅起點，香港正喺度轉型，你又準備好未呢？